比较没有地，这个时间 anyway 是比较不适合它的哈，太冷了啦哈。这个现在都还是，因为它长相还很好。你看它的长度跟它很平均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棵还可以长到这里来。这个是长得很好。它可以长到这里来。现在可能速度会比较慢，秋末了。因为现在不是。今天已经立冬了。哦，已经是冬天了。对。冬天开始了。对。人家你说立冬保安哈，就是其实丝瓜可以种到冬天不容易呢，因为丝瓜一般都是夏天的东西。从春天开始种。夏天就开始吃了，盛产嘛，吃一个整个夏季，然后秋天也是可以吃，整个秋天都还 OK。丝瓜水，陈先生，我们来了。没有很好哦。前天下午装的，昨天一整天哈，才接到一点点而已，就到这里。哦，那也很多啊。可爱。你先倒啊，然后你等一下再示范看怎么接丝瓜水，好不好？这就到这里。所以等于是2天就对了。对，接2天。我们这很纯，一般和那个在市场卖的哈，还有要接之前给它灌很多水，会量会比较多。OK， 但是它的那个丝瓜等于就是稀释，对，稀释掉了。你免好，你买了我一束就好，你摕等于。你这个这么珍贵哦，谢谢你。灼的，白萝，较纯，菜市场卖的清啊。所以我们这是纯的丝瓜的水。丝瓜，那还可以继续接。OK， 接到明天。它这个啊，你要接丝瓜水的时候，你这个可以就是示范，就是这个干嘛用切几两？可以啊。通常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怎么弄啊 ？OK 啊，就是这么好绕下来。我这个地方哈，就把它斜的，它那个出水率会比较多。这样。然后我刚好挑选这个地方有一个结，对，会在瓶口上面。卡住，不会太，它也不会污染到。对，弄太进去，它如果水多的会污染。所以把它固定在这边。然后上面我用纸把它盖起来。上面的这边那个有没有脏东西啊、灰尘啊，才不会掉进去。OK。我这边就给它绑起来，固定着，它才不会晃来晃去。聪明。一般也是没有做这么细心了，但是它这样就是完全不会被污染到，保证的。那它这样子一颗丝，所以它就是要大概这么长的长度，这样就对了，就是这样是比较好，我认为啦。一般他们也都是到这边就切掉，然后就拿下来哈。这个它的过滤的管道还不够长。OK。以前完了呀，它像这样子啊，它可以。它还是湿的，还是活的。那这个本身他们菜市场有在卖，好像这个一般那个，保特瓶比你这个大一点那个像黑松沙士那种对，那个比较大的800cc 还是1000cc？没有，那个大概是400-500400，他们可以卖到200块。那个就是擦脸，对，美容的、美白的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很多，因为这个我们邻居第一家
Testimonio perfetti. 对，丝瓜水。 Pazzesco.